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7月5号，愿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灵修当中与上帝更加的亲近。虽然我们国家的设定是在7月12号要到3级的警戒的期限，但是我们期待每一天，不管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警戒或是这样的一个安排，我们都能够每一天预备好我们自己来朝见主。那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11章。哥林多后书11章，我们今天要从16节读到33节。哥林多后书11章16节到33节这段的经文相当的长希望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来一起读，或者是我们如果没有的话，就请听牧师这边来读这段的经文。哥林多后书11章16节到33节，我再说，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，纵然如此，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，叫我可以略略自夸。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，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。既有好些人凭血气自夸，我也要自夸了。你们既是精明人，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。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，或侵吞你们，或掳掠你们，或辱骂你们，或打你们的脸，你们都能忍耐他。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，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。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？我说句愚妄话，我也勇敢。他们是希伯来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以色列人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？我也是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说句狂话，我更是。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的，被犹太人鞭打5次，每次40减去1下，被棍打了3次，被石头打了1次，遇着船坏3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？我若必须自夸，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。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上帝，知道我不说谎。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，要捉拿我，我就从窗户中，在筐子里，从城墙上被人垂下去，脱离了他的手。阿们。愿上帝祝福他的话，还有听他话语的人。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是保罗自己对哥林多人的陈述。那当然突然间出现这样的话，可能很多人并不晓得当时的一个背景跟状态。哥林多是一个在欧洲的一个教会，在希腊半岛上面的一个教会。对他们当时来说，除了教会的信仰，除了基督信仰传到那边去以外，其实他们很擅长的，或者是在那里，在希腊地方很多的一些的叫做哲学的思想，或是这些的流派在那边的循环。所以包括保罗传福音到那里去的时候，也有很多人传福音到那边去，甚至是去接替保罗在那里的一些其他的工作。那当然有的人去到那里去做老师，去做教导者的时候，免不了有的人必须会自夸自己，或者是凸显自己的学问跟学识。所以相对显得保罗在那里好像是一个没有学问的，或者是他讲话好像是很粗俗的。所以常常在书信的当中，保罗常常自称自己好像是被人认为是这样，但是事实上保罗认为他所说的都是一个真实的事情，而且是他虽然是好像看起来是一个相貌不扬的人，但是他所讲的话是强而有力的。所以对哥林多的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来说，有的人因着保罗
他们或者是因着一些的老师，他们就分门别类。所以当保罗在为自己做一些辩护的时候，他不是夸耀自己有多厉害、有多强、有多会，或者是他的学识跟学历。很多人在介绍自己的时候，常常是夸耀自己的能力、学位，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才能。但是保罗夸口的都不是这些，保罗夸口的是他为基督的受苦。甚至保罗会认为那些夸耀自己的学识或是学位，或者是夸耀自己才能的这些人都是愚妄的。当然保罗自己也为自己做一些的辩护，他说如果要讲这些愚妄的话，他认为他自己也没有不如别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里面常常给我们提醒，保罗自己也这样常常自己陈述说，他说他所夸耀的不是别的，他所夸耀的不是这些的这个哲学的思想，或者是他的学识学位。他说他只夸耀基督，还有他钉十字架。保罗所夸口的除了这些，还有夸口他自己所受的这些的苦难跟软弱，他为基督的缘故这样的多受苦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上帝帮助我们，一个好的老师，一个好的教师，一个好的传道人，不是夸口自己的学术跟学位，或是夸口自己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学术的这样的一个证书。我们所夸耀的是在基督的面前，我们为基督多受苦难，并且为了要造就弟兄姐妹，这些才是我们应当要去夸口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上帝帮助我们。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，让我们所夸耀的不再是自己的外表、学术或者是学位，或者是我们的经历历练，夸耀的乃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，夸耀的乃是我们的受苦，为主的缘故，我们愿意去这样的去面对苦难，也在所不惜。愿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特别基督徒在现今的世代，不是夸耀我们有多少的能力财富，而是夸耀我们为基督的缘故，我们甘愿能够受苦，能够成为众人的仆人。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平安。